反映三读通过选罢法部分条文，未来提起罢免电视爱护身份证，其中外口有青鸟一批大阵人拢正反对。全年的参考火灾，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初步判断是因为施工的时阵出火车落到地下室的玻璃网房顶头才引起的。市府是下令停工开发。内吉利亚一间高中因为原油会发生人打死人的意外，造成30多位学生死亡。官方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赞助商，希望会当理清事故的原因。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20日下暗新闻，我是麦松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全年伫个台中的仓库的工程发生火灾，拢总是有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初步判断就是厂房3楼咧施工的时阵出火车，结果这个火车落去到地下室，掉伫个 PS 玻璃笼房顶头，才引起这场火灾意外。市政府是以违反建筑法、甲治安法下令停工甲开发。另外呢，这个火场所清出来的高烟是有真侪油粒啊，上当也会罚到500万。四站楼悬的成都厂房大火过了后，差不多烧甲全毁。消防局车开入厂区开始火调工作，拆建坑伫现场的建材。专年伫台中大道的成都新建工程，19发生大火，造成9死8伤的重大工案意外。火调区初步研判，是工人伫3楼做金属切割作业的时阵产生火气，落入地下室引起火灾。PS 板是用在现场那个隔热用的，因为它现场是冷冻仓储嘛，所以它铺设蛮多的 PS 保丽龙板。当然现场有没有油气我们现场还要去做采证。导火点伫地下1楼，头壳已经铺设好隔热用的钛刀的 PS 棒。本来预定拜六要灌浆，是毋是安尼引起火灾？消防局嘛甲 PS 棒带回化验，确认是毋是有含钛刀的油气。另外，营造施工单位牵涉到违反治安法设施规则，并无注意无共工作间综合管理的责任。治安署已经下令先停工，后续调查事实，会当按施工项目各罚相关30万的罚款。远离一些燃烧物，再来就是火星要有一些防火毯把它保护起来，因为火花会跳。而且它这个是挑高一旦发生火灾是有烟囱效应，是非常可怕，而且又密闭，那不完全燃烧，人就逃生就非常困难。都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未有维护安全、防范危险及预防火灾之适当设备或措施，除依同法第89条裁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外，将依工地火灾 SOP。函示勒令停工及限期改善。台中市政府另外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无防范危险，也甲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也是措施，罚9万块，以及火灾造成真大火分 PM2.5 浓度捌达到每立方公尺1517微克，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开罚。这个污染事实是明确，但是第二个就是火灾原因，我们要等这个检察官正式的确定之后。再根据这个原因来决定开罚，那最高可以开罚到500万。环保局讲 PM2.5 浓度已经超过标准值15微克100倍，相关会当罚加500万罚款。但是市政府后续也会依照消防局火场监视报告查清楚向爱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场火灾的死亡名单内底是有7个台湾籍的工人，甲2个对越南来的非法的移工。市政府是会针对业者来开发。另外呢，上尾伫个3楼的计警所找到的这5个人，哪像就是因为高烟，互人找无路通走出去，毋才会维护来得胜。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去到病院来关怀伤者，也来分慰问金，表示会好好要求厂商来赎回。台中地检署派3组检察官去病院上验专连村涂工程大火造成9个死亡，其中1个死过水电工的家属，赶到病院心情真复杂。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那么多，我现在就是说要等郑医生来处理，也要等警察来厘清这件事情。台中市消防局甲治安署调查发现，上尾找到5个死者，伫厂房东北角3楼一个90公尺长、58公尺宽的空间。现场虽然有安全梯，不过因为工地消防设施也未完备，导火了后向火分真大，影响视线，可能因为安尼找无路通出去，才会造成雷虎逃生。整个大楼都充满浓烟，一下子就着火了，然后这个建材又是易燃，所以说一下子就是视觉就会影响到他们逃生，那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空间迷失的问题。另外，治安署调查工作时间有几多间厂商入场时间无做好防火措施统合管理，但是其他被伤者拢有数入成10伤。台中市长罗秀燕2日早起去探视发送慰助金表达的督促厂商做好武术。院方表示，烟雾粉尘会造成患者肺部纤维化并发症，爱持续追踪观察。
烟雾本身的那个粒子对肺部的一个直接的伤害。那这些有时候到最后患者或许有长期也可能还有副作用，并发症，包括纤维化等等。那我今天有探视到4位，要求他们要做好这个抚恤。跟这个赔偿的工作哈。劳工局另外发现死亡的9个工人，其中有2个人是越南籍非法移工，已经甲越南办事处联络，协助家属来台。那针对这个聘雇非法移工的那个厂商，我们会处以就是非法容留或者是非法聘雇，分别是15到75万的罚款。市政府后续会依照这项法，对聘雇非法移工的包厢，也加顶手合约营造公司，相当会当各罚75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这场全连的村口火灾是至少9个人死亡。火调人员表示讲，初步判断的就是施工的时阵出火星去调到玻璃拢帮，唔才会造成这场意外。回顾过去，亲像是1995年宜山大饭店的火灾，嘛是因为咧拍电鼓的时阵出火星才引起的。这消防专家就表示讲，施工的时阵，得爱离高导火的物件上无得爱5公尺以上，周围呢嘛爱有防火的设备才会当来减少风险。19全连伫台中的成都物流中心搁伫起，所以是因为拍电鼓的过程，火势落落去，互物件烧起来造成火灾。无到24点钟，搁发生一件工地的火灾。20伫台北中政府的高林商业大楼，嘛疑似因为充电条的施工导火，造成3个人受伤送病院。有专家讲，为了避免拍电鼓造成火灾，做好防护是关键。它的电焊切割一定要离可燃物有适度的距离，最好能够有5公尺左右的安全距离会比较好。否则一旦只要它烧起来了，我们第一时间没有用灭火器把它扑灭，后续要去处理它，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来看过去的案件，亲像这种因为拍电鼓的过程引起火灾的，阁未少。亲像1995年的宜山饭店大火，阁有2017年的中华关电古迹将一关帝庙的火灾，和2002年底的台中丰原亚索达工厂的火灾。另外2020年只柜 KTV 林心店电梯改建工厂的疏失地灾。专家讲，当得起的建物常常拢会伫现场，蹲正在施工的物件含有诶无诶，就较会去影响逃生的路线。那加上现场闹泡面、玻璃拢这物件。那拄着电鼓的火势落落来，就较会引起火灾。台中市劳动检查处讲会阁加强营造业施工安全的宣导和检查。营造安全卫生设置标准的153条的规定，作业焊接过程当中，人员是不得在这个下方，也不能接近可燃物堆积的场所从事相关的焊接。另外，也要采取防风的防火架以及火花层结合或是防火毯等等的安全措施。台中市劳检处回应讲，针对台中全联成都物流的大火，施工消防拍火设备也是作为敢有疏失。该单导火鉴定报告来调查厘清，仲要建议要避免施工拍电鼓引起火灾。关键伫起造人和业主要做好管理和演练，才当提升施工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昨完成明年度的国防预算的这个初审，包括海军和5亿外的预算，也毋过呢，因是要求爱海测了后，才会当来动这笔钱。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阵，这海军号就伫咧高雄91号码头浮出水面，拖出去排水，那像就是为着海测要来做准备。台湾第一架国造的畅水南海军号早起伫高雄91号码头来出现，互工作人员甲拖去别位。有民众表示讲，有看到海军号有一寡设备拢已经安好势啊，这船舰呢会刷位，可能就是为着测试来做准备。要若海军号是预计明年4月进前会出海来测试，确定完全拢无问题了后，才会家己驶出港去做海测。继续来关心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伊提出美国和国际要搁较重视台海的讲法，伊强调这台湾毋是中国的内政，但都是全世界的代志。也若明年要上任的 Trump， 伊对未来这台湾的这个政策敢会改变咧？即马 AIT 的处长郭立言是表示讲，在美国对台湾是有承诺，也有跨党派的支持，未因为政党的论题就有改变。特别写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参加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座谈会，等于看拜登政府4当年外交政策的成果，提出美国和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台海的议题，了解台湾并不是中国的内政。What is China say every time the word Taiwan comes up? Don't even mention it. It's no one's business but our own. 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is, I think, open the eyes of almost the entire world
to the fact that no, fundamentally, this is everyone's business. Because were there to be a crisis over Taiwan, the entire world would be affected by it. 但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要伫明年1月20登来到白宫，而且川普捌将一摆表达台湾应该向美国来纳防务费用，嘛无愿意对防卫台湾表态，各界关注美方对台湾的战略敢会改变。U.S.-Taiwan policy and U.S.-China policy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over the past 45 years. It has, I think,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it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basic direction that U.S. policy will remain. I think 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nothing does happen. I don't have a ticket on standb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是对车吉工商协进会发表专题演讲，家己是台湾竞赛的 AIT 处长郭立言，访问到若中国侵略敢会放杀台湾的时阵，伊笑讲家己无登去美国的拍算，而且强调美国对台湾有承诺，而且有下党派的支持，袂因为政党轮替着改变。伊嘛回应台湾企业界正关心的经贸议题。We see just continued growth and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And this is, as I mentioned, it's the beating hear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U.S. and Taiwan are so well positioned to dominate this sector, particularly as we move into AI applications and all of the downstream or all the related industries. 国立业嘛讲，台美伫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戏，有信心晶片的制作会群流台湾，但是嘛有空间刷去美国也是其他国家。形容过去10档是台湾的黄金年代，希望台美做伙来开创未来10档的选举年代。记者综合报道。要那立法院会今晚领的是为着这个选罢法等等的修正草案调也是起冲突，外口呢也有民团搁再发起青鸟集会，有大阵人来反对法案，甚至呢有人甲违炸甲杀火刀，想要装入去立法院内底，甲警方互相下体起冲突。让我们一起再喊下口号。抗议民众情绪真激动，甲维安警方来对立，想要甲围栏撒开，入去立法院。双方几下摆撒来撒去，混乱中也有人跋倒伫涂骹。停止开会，退回三党法。大声发出口号，表达反对立法院审议选罢法这修正草案。民团搁再发起青鸟集会，下晡3点半发出，超过1万人集合，并且提出退回审议法案这5大诉求。多名民进党立委也到场，甲群众致意。因为党团总召郭建明坦白讲，烦恼青鸟走入去立法院会造成事态扩大，所以决定考劝民众退离。大家讲几句话好吗？暂缓一场，撑够1个月。那这个国民党的所有恶行都没有办法遂行，但是我们最后注意到，只要重新议场的时候，发生流血冲突事件，还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不得不来。我们目前既有我们中正一分局，还有大同分局跟文山2分局来执勤，总共警力数大概是200名，还有规划200名警力在各分局待命，如果有必要才会过来支援。负责以外，维安的中正一分局讲，就派出200名警力，会看上好增加人力的部署，也立法院内部继续由保六总队改编。希望民主进步党党团立刻提出宪法诉讼，因为这样的条文明显是违宪的。民团讲的呼吁民进党团对通过3读的选罢法提出宪法官司、甲暂时处分的申请来反制。原本下晡有公开活动的行政院长杜英泰、副院长陈立军拢临时取消行程。杜英泰经由声明向立法院长韩国瑜发话，表示希望暂时按下政治性客观、有争议、无强势法案，强调若受任何违反定数的决议，会无法度得到人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好，看到大家呢起冲突，就是因为立法院今仔日来审议选罢法、宪法诉讼法，也有在违法等等的修正草案。目前呢，这个选罢法也有宪法诉讼法部分的条文已经3读通过。未来这选罢法提起罢免也是连署，必须得爱附身份证。那做你是摕别人的资料来使用，这是有可能的判刑，也是罚钱。另外呢，这宪法诉讼法的修正草案也决定要来提高宪法法定判决的标准。立法院20透早20每一个出入口，互民进党用以甲人墙封条的，为了阻挡选罢法、宪诉法也甲在违法的修正草案通过，立院立委19暗时破坏议场玻璃，占主席台。执政党的立委竟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国会，在国会里面搞戒严，要瘫痪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制衡。
过伫国民党成功破门了后，由立委陈玉珍去甲台顶的立委纠错，主席台顶也不时听出哀叫声。成功夺回主席台了后，院长韩国瑜伫国民党的介入下宣布开会，用举手表决通过选罢法部分条文3读，罢免案提议人甲人事任命册爱护身份证正反影本，连做用别人的个资人士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还是换用罚金的上悬100万。现在台湾人对个资有多么保护，就是会让大家多一层考虑，降低联署的意愿，就是加严罢免啊。伫宪法诉讼法的部分，已经通过国民党提案，甲修正条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的改做公布日施行，也甲民众党的版本，大法官有开业时阵，总统爱伫2个月内补足提名。毋过修正有关大法官总额，也甲设限条件修正，引起立委的不满。跟人民有仇啊！要让人民诉请法律违宪，保障他的人民权利，变得遥不可及啊！只有违宪最困难，为什么？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最怕他们的修法被大法官宣布违宪。立赢批评在野党最后才提出来表决的秘密条文，是将司法权摕予立法院吞大。那被党团嘛出招，提案延长开会，表决大战持续战到暗时12点，也会继续审查中央分配地方税收比例的再违法修正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8月的时阵呢，伫云林岛南一个33岁姓杜的查甫人，因为受气，专踮厝内底放火，造成伊的爸爸、小弟，也有老爸的同居人的查某囝，拢总3个人死亡。昨一审是判无期徒刑。这个老爸的同居人伊是真毋愿。云林地检署表示讲，收到判决了后，才看敢要搁再上诉。去年8月，云林岛南发生3个人死亡的火烧案，头路无稳定的33岁姓杜的男性，甲老爸同居人姓刘的妇人人，因为钱项的问题起冲突，伫咧厝内点酒精果放火，了后随走去。大火造成爸爸、弟弟甲姓刘的妇人人的查某囝3个人死亡。云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12月19下晡宣判，姓杜的男性，予人判无期徒刑，替代公权1世人。宪判制的这个意志之下，哈，其实必须要讨论是不是符合最严重的罪行啊，哈。那只是在这个检察官的举证上面，哈，可能没有办法让国民法官法庭认为认为已经有陈升到这个直接故意，哈。云林地方法院表示，这案国民法官法庭经过充分的讨论，毋过无加判死刑，是照大法官宪法法庭113年宪判例第8号判决的要求，必须是上严重的罪才会当考虑。加上检察官证据无够，互国民法官法庭无法度认定是直接故意，所以无法度加判死刑。就为什么不是死刑啊？为什么还是无期徒刑还是会出来，不是吗？本署将在收到本案判决之后，看本案的事实认定有没有问题，再决定是否要提起上诉。针对法院判决出来，姓刘的妇人人表示无期徒刑，要是会放出来，其他的无想要搁再讲。也若云林地检署是讲，这个火烧案造成3个人死亡，甲被告判死刑、无期徒刑，会等受到判决了后，才研究敢要搁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特班啉牛奶的政策自从实施了后，是因为发放等等的问题引起真侪乱象。行政院昨就宣布后学期就要来停办啊，也毋过即马屏东县府却决定要继续办。因认为讲，这个啉牛奶对偏乡的囡仔来讲，就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所以要继续由地方来供应。另外呢，亲像新北市等等县市的政府也做伙来出声，希望中央会当拨钱来帮助地方继续来办。学生甲真牛奶的冰桶刚登去教室，因应逐班拢有牛奶，家己前2礼拜前才得到民间管的冰桶和玻璃袋啊。没想到行政院19说话停，宣布后学期开始停办。对我们讲都很错愕。那我们也期许是希望说中央这边能够继续，是不是用来我们补助的方式，让我们这种班有鲜奶可以喝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台班有牛奶是因为订购发放和保存这问题引起真侪乱象，但是家长和学校认为讲，政府应该思考改善流程，不是停办。地方嘛发话讲，中央较紧把资金提出来，让地方继续办。都会区我们用最换件的方式，偏乡用专案运送的方式，让班有鲜奶能够达到。洗好你们的手，
到美劳教室前排队。广播通知讲，来领报告呢，人牛奶伫市区可能是真事常的代志，但是对屏东偏乡的学生来讲，虽然因为所在伤远啊，业者只会当来送报告呢，但是对学生补充营养，同款是真有帮助。停办令一出来，学校烦恼学生的成长会有侦查。弱势的比例达到8成，相对来讲，我们的家长对健康的知识、营养的知识都普遍的都不足。小朋友呢，在有一些营养品的部分，家庭的提供是不足的。透过教育部的这个政策呢，有补足到钙的吸收跟其他的营养素。屏东做一个农业大关，青湖顶的年产量差不多有7万多吨。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和帮助劳动产业，屏东县府要继续办。有9成以上学校有意愿续办，因此除了争取中央相关补助之外，县府也会持续推动各校冷藏设备的采购，那也会承担相关的费用。县府评估，台北有预定一年需要的经费差不多3100万，会拍拼争取中央的补助，嘛会承担相关费用。后壁阁会做滚动式的修正，来调整适当的发放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家长指控讲，有一间高中的老师咧上课的时阵，甲教室内底所有的门窗拢甲关起来，规节课拢无通风，互学生咧伫内底上课的时阵是头晕目暗，根本都无法度专心。学校是回应讲，其实代志咧发生的时阵，都有随启动调查，冇通报国教署啊。互家长指控的就是台南这间高中有老师咧上高1的课，竟然规节50分钟，甲门参窗仔拢关起来。了后有学生反应无啥爽快，根据了解，当天下课就有4、5个学生挡袂牢，随走去校务处，甲其他老师喊救人。老师讲是要互学生感受到空气不足，家长是批评这位老师的管教方式无妥当。因为有人穿短袖的，那老师就不高兴，老师就故意一来上课就说你们很热嘛吼。就故意把全部的窗户都打开，让冷风就灌入，然后同学就觉得很冷，老师就不管，同学去关起来，老师又再去打开，关起来又再去打开，就是这样。然后再隔一天，他就直接好，你们要关，那我就全部都关起来。老师要开窗户，然后学生想关窗户，老师就把门窗一起关起来。目前知道是这样，详细的原因我们还在了解当中。校方指出，迄位老师来学校10外冬，教授真认真，是近来才接到安尼的投诉。不过20-30人伫教室门窗拢无拍开50分钟，伊所认为人济佮无通风，会提高二氧化碳的高度。窗户拢紧闭的话，惊讲这室内的2氧化碳浓度会较悬，较悬人可能迄囡仔是安那会感觉人读较无爽快。另外是讲吼，最近吼流感啊、新冠嘛是搁有啦。感冒也是安那较传染。这件事件，家长问校方要赶紧调查好详细。校方回应有关心学生的学习，目前一切拢正常，案件嘛等咧调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这场意外，这是发生伫奈及利亚第3大城的高中。拜3的时阵，因为学校举办园游会所发生一场人打人打死人的意外，拢总是造成35个学生死亡，也佫有6个人重伤。其实这款事故伫奈及利亚今年呢上无已经发生3届啊。官方表示讲，目前是当咧调查举办园游会的赞助商，希望会当理清事故原因，避免意外佫再来发生。规道卡拢是本数，学校内底4个乱糟糟。奈及利亚第3大城以巴丹市的巴索伦伊斯兰高中，拜3发生严重的人打人事件。当时学校内底正伫举办园游会，原本计划开放予5000人参加。主办单位讲会发放奖品甲食物，结果一日来伤侪人。另外现场也无保全人员来维护秩序，人伤侪，民众拢客来客去，结果发生人打人的事件，造成35名学生死亡，6人重伤，其中大部分拢是囡仔。There were 6 altogether. Yes, so 2 survivors, 4 dead. One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parents. Police are aware of that. So we still have 3 corpses. 这个人打人的意外，互欢乐活动变调。警方讲，主要赞助单位包含当地基金会甲广播电台，将官方已经甲主要赞助者总共8个人抓起来。奈及利亚总统田鲁布拜时也发表声明，公开哀悼这个悲剧，并且慰问当地民众甲失去囡仔的家庭。就政府方面是讲，官方对着举办这场活动的组织无了解，尽看来这活动真凊彩，才互这场原本会使完全避免的悲剧发生。Government would dig deeper into this incident and
From the snippets information that I have collected, they mentioned some names, and I have directed that both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nd the Director of State Security should invite the individuals that were mentioned, and I'm sure they are doing so as we speak. 咱吉利亚最近已经发生侪件人打人死亡事件。今年3月中部的纳萨拉瓦州大学的人打人事故，造成2名学生死亡，23人受伤，当时97人才集合等待当地政府派送米。加一个月看完时间，伫北部城市保持一个火野人办公室外口等待要领礼品的活动中，有4名妇女伫人杀人事件中死亡。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敢有人心肝有影是遮凶嘞？来看这法国东南部一个庄头，有一个翁婿是长期对伊的太太下药啊，互人来甲伊的太太性侵。即马法院宣判，这个翁婿是爱关20冬，也拿另外51个被告也互人判关3冬至15冬。吉塞尔佩利克性侵案宣判即天，亚维隆法院内内外外客满媒体记者、原告被告的亲友，也有大庭关心案情发展的民众。5个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宣告72岁主被告多米尼克有罪，个按检方求处相当刑罚20年定罪。伫庭内的多米尼克当场激动甲哭出来。庭外的民众是欢喜甲大声喊声，其他50个年纪为27岁至74岁不等的被告，分别互人判3年至15年不等的徒刑。吉塞尔行出法庭，对媒体发表个人的看法，感谢亲人也有支持者，甚至是3个月以来详细追踪报道案情的新闻记者。记者问伊对判决是不是满意，伊的回答是尊重司法的决定。J'ai voulu, en ouvrant les portes de ce procès le 2 septembre dernier, que la société puisse se saisir des débats qui s'y sont tenus. Je n'ai jamais regretté cette décision. J'ai confiance à présent en notre capacité à saisir collectivement un avenir dans lequel chacun, femmes et hommes, puisse vivre en harmonie, dans le respect et la compréhension mutuelle. Je vous remercie. Madame Philippot, vous êtes satisfaite des peines? Et je respecte la Cour et la décision de Tugaman. Les peines sont suffisantes selon vous? 这件亲翁下药啊未分家后，邀请身份人入来性侵达到10年案件，恐怖甲社会程度，互各界真惊吓。72岁吉塞尔罕见的主动放弃个人的隐私，勇敢选择公开审判做法，也得到国内外大大的娱乐甲尊敬，成为新女性主义的英雄，名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全球百大女性。Venir montrer qu'en fait, regardez ces 51 co-accusés. Ce sont des hommes ordinaires de toutes les classes sociales, de toutes les couleurs, de tous les métiers, de tous les profils aussi. Et donc de montrer que finalement, un violeur, c'est ni un étranger sous OQTF, et ni un monstre, ni quelqu'un qu'il faudrait pathologiser. En fait, c'est la société qui permet. 判决公布了后，法国新上任的总理贝福、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德国总理肖兹拢做回答文，俄罗吉塞尔是时代模范，对伊表达感谢。审判迄天透早，法院对面的壁就挂真大白，顶悬写“感谢你，吉塞尔”这几个大字。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企业 Amazon 公司的员工伫全美各地7间厂房内展开罢工的行动，为着要争取加薪水，也有改善上班环境的安全，因是调工选伫耶诞假期对公司的高层来施压。亚马逊员工伫美国时间19早起6点开始罢工，范围包含亚马逊伫全美国各大城市7间厂房，为纽约、亚特兰大到旧金山拢有。即嘛是美国的圣诞假期，是亚马逊人力需求上大时阵。员工希望借由即届罢工，向资方施加压力，通争取更较好的薪资，也甲更较安全的工作环境。We're working and doing these jobs and sacrificing our bodies, and we're not even getting a livable wage to live in the cities for the city that we provide our service for. And not only do I look at my coworkers and see how just dog tired and wear and tear it takes on their bodies, but we're not even given proper benefits.
组织这场行动的火车司机兄弟会表示，这是亚马逊历史上上大规模的罢工。本来因要求亚马逊资方要伫顶礼拜日进前展开谈判，不过资方拒绝。工会放调要搁用其他手段，不过亚马逊员工的总数达到150万，敢若较无1万人加入工会，比例伫1%以下。亚马逊发言人是讲，工会根本无法度争取到有够的支持，只好甲毋是公司的人诱入来罢工。安尼做是正危险，阁无适当。不过亚马逊长期以来，互人批评是劳动条件无好，阁捌真侪届受到美国劳工部的罚单，讲亚马逊厂房无顾员工安全。虽然今年9月，亚马逊捌宣布要为每一个员工加薪至少每点钟1.5美金，差不多是台票49块，拢总支出720亿台票，不过看会出来无达到工会5万。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 A 型 H5N1 禽流感的伫年牛之间探开了后，到当时拢总探到16个州，是有61个人去获着。其中伫路易斯安那州这个所在呢，12月18是出现第一个重症。另外一方面，这加州的年牛所获着的数量是占全国的4/3，所以州长是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加强应变措施。A 型 H5N1 禽流感病毒今年3月头一届伫美国互人发现，伫劳农场的年牛身躯出现，各大已经有12个州至少866只牛感染着，有61个人破病。路易斯安那州一个65岁以上本身就已经有医疗病史的患者，接触家己后花园的病症了后，18出现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症头，住院治疗，互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列作第一件重症病例。另外一方面，为了严格防范禽流感病毒扩散，加州州长纽森18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Basically, the situation is that there's a lot of H5N1 in the U.S. It is being spread to humans via both cows as well as poultry and wild birds. And this has created essentially a nationwide risk for human exposure. 加州今年8月头一届伫中央各地劳农场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就开始伫大型牛奶处理场进行检验，已经伫650只牛的身躯发现病毒，占全国感染牛总数的3/4。洛杉矶通报2件厝内猫啉到青奶死亡的病例，商店所卖青奶进前几礼拜已经全面互人回收。当局嘛特别警告民众，千万唔通啉无经过高温消毒的青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接下来要来关心的就是台湾这运动比赛的成绩有影是真好。体育署今仔日是来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其中保胜区的金牌林秀婷，伊是摕到最佳女性运动员，也那伊的运输詹志强也摕到最佳教练奖。另外呢，这亚洲鸟王邓家宏，伊是摕到最佳查甫运动员奖，也那拍羽毛球的李勇甲王泽林是摕到最佳运动团队。得到体育运动精英奖的得奖选手斗阵翕相，享受这一年辛苦奋进的成果。今年度台湾体育选手伫巴黎奥运这大型比赛表现拢真好。教育部体育署20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其中最佳男运动员奖由巴黎奥运体操铜牌亚洲鸟王董家宏得到。感谢教练，然后感谢黄金团队，然后一路这样支持我，然后拿到奥运铜牌。很感谢体育署、中华奥会，然后协会，还有国训、台师大给我的支持。利用在台湾拳击史上头一面金牌的台湾拳后林秀婷不负众望，摕下最佳女运动员奖。运输詹志强是搁再得到最佳教练奖。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经历风雨，成就人生。”那这句话，我想要送给现在也许还在努力追逐梦想的选手们。我想我会继续保持我自我的信念，追求卓越，永不放弃。第巴黎奥运羽球男双夺金，并且完成2连霸的李洋王泽林是摕下最佳运动团队奖。能够成就一个运动员、一组运动员或是一队运动员，我觉得都是一个团体的荣誉。虽然我们在今年就结束了合作，但我相信，羚羊的精神一定会就是以各种
不同的形式留在大家心中。即摆特别奖由霹雳布国手申请得到，由伊的老爸代为领奖。伊若将新成就奖是颁予投入拳击运动超过1架次的拳击协会营务理事长李武南，感谢伊长期推动拳击运动发展，培育出林玉婷担任琴正优秀的国手。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公布霸凌案调查的结果，在8案当中，敢若3案有成立，而且呢，成立的迄3件拢毋是第一级的主管，是引起在野的批评。民进党立委陈昭祖表示讲，这2个牵涉霸凌案的人，竟然拢升官去到主秘室，而且这个主秘就是牵涉叫下死去死的董树林。即马卫福部长辜泰源是来回回讲，其实这2个调职的人，并无去到主秘室办公，目前是集中来管理。卫福部霸凌案的调查结果有真侪争议，引起在野党的立委不满。民进党立委陈昭祖接到卫福部员工的电情，公布护士兼任视察和当教师专门委员，伫即摆调查霸凌案拢成立，但是2个人毋拿无互降职，佮电脑互升去主秘室咧做工课，但这个主秘嘛涉及叫下骹人自杀的争议。陈昭祖断骂卫福部甲主秘室当作是专收霸凌者的所在。主秘本身是被指控霸凌最多元的、最多见的，所以我们认为那个主秘室是不是要成为这个为服务的这个练蛊场哈，专门练毒素的地方哈。对这卫福部长辜泰源20日参加健保所的活动时阵，较紧否认，讲绝对毋是安尼。伊表示讲，洪定处的专委和兼任基层拢已经调离现职，目前当洪集中管理、统筹调派，并无伫主秘室的办公。他们调离现职，那就目前正在集中管理、统筹调派当中，我们会看他有适当的哪些工作。另外，霸凌调查报告敢无公开？辜泰源强调讲，16拜一已经伫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做专案报告，落尾决议讲，为着要告调查报告内面受访当人的文书气色白化了后，会到各委员办公室去说明。到19为止，已经有向9个委员说明。之前卫福部嘛发新闻稿澄清，讲2个公务员另外找办公的空间和装办公的电话，但是分机号码无细字写唔对。社工伫主秘室才互误解，对这因嘛拢已经做修正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天气有影是变化甲真大哦。今仔日咧，虽然讲这温度有略回升，也毋过气象署表示讲，受到冷气团的影响，礼拜到8日这温度是真低。台北市区是干那13度，中部甲东部甚至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最近北部的天气冷，期间都令真侪人拢爆条条。气象署表示，20日是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有了回升，但是各台明仔载日一冬节会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对下半部开始各地会翻冷，上冷可能会到12度左右，拍算会冷到后礼拜1，要等到后礼拜2、24月天气才会较小落。这一波冷气团影响期间，我们预计在台南以北、宜兰跟花莲有机会下探到12度到13度左右。高雄、屏东跟台东大概在14度到16度，金门、马祖的话则大概在10度左右，澎湖大概在15度左右。原来水汽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20至22日，亲像嘉南、台北、宜兰甲花莲较会有雨。过来23、24，因为咱平均下日来会落雨的所在嘛扩大。伫咧这方面的东半部和西半部山区雨水也较高。水汽最多的时间是23号，24号则是一个降雨逐步趋缓的过程。我们预计25号的话会是这一段时间里面水汽最少的时候。26号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因此整体来说，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加。另外，气象署嘛特别提醒民众，第一透早受辐射冷却的影响，较空旷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气象署已经先针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和花莲发布黄色灯号的低温特报，请民众都要穿防烧。记者卢尚珠、柯炳杰台北报道。观光署统计，去年来台湾旅客这个消费的总额是有2700亿。这个观光客平均一天伫台湾的消费是有5900块台币，也无到疫情进前的水准。所以交通部的目标是希望讲，伫2025年，一个观光客一天的消费会当超过6300块。游客唔惊天气冷，排队买单好食的料理。来台湾省除了食各种好食的料理，买物件行程是一定会有。这个对，食物啦，你们的伴手礼很好吃。To see to eat. Oh, clothing. 衣服呀。My wife wants to get some clothing. 观光署针对112年来台湾旅游市场做分析，伫今年总共有
648.7万个国际游客来台湾，甲疫情进前比，游客平均停留的暗数增加1.9万，每一天平均的消费是180外块美金，换算台票差不多5900，甲疫情进前比减差不多7.78%。交通部这么定出一个目标，希望2025年来台湾的旅客每天消费才到195块美金，差不多台票6300。要拿怎样提高旅客买物件的动机？观光署已经开始规划。台湾的一些精品，其实我们在也做一些市场调查，我们的免税商店里面的酒跟名牌包其实是最便宜的，甚至跟泰国做比较的话，我们都会比它还便宜2成。观光署讲，希望会让有更加侪无共相关有特色的伴手礼来刺激消费。伊甲经济部商业署合作，伊拿今年来台湾的观光客估计会伫咧750万人到800万人之间。未来希望会让加强行销，吸引来台湾的旅客停留的时间变较长，增加消费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半导体技术这名声有影是趟国际，来自中东的阿曼王国，伊是专工派学生来到咱台湾学技术。负责指接的新竹民生科技大学，伊这学校内底是有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基地。除了安排相关的课程以外，也予中东的学生去到台积电、到工研院来参观。来自阿班的学生为做伙，专心听老师教安怎操作机具。这几年，台湾伫半导体产业发展受国际上的肯定，每一国拢希望来学台湾的成功经验。这是头摆有中东地区国家组团派学生来学经验。The Taiwan now is the leader company in semiconductor. But we learned that about semiconductor process. But the most thing that I want to learn is how to design and, in general, more all the process. Actually, when I decided to enjoy this because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because I believe this is a field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in our future to make our life better and better. And I think that Taiwan is the perfect place and country for this technology. 除了学生以外，各阿曼王国当地负责 IC 设计工程师把专工来上课。As we know, globally the workforce has a huge demand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and Oman c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MENA regio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merica. And that's why I think Oman can be a semiconductor hub industry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ies. 负责教学的民生科技大学指出，学校所建立的半导体人才培育基地，内底有完善的专业设备。除了阿曼以外，嘛互别的国家拢想要派人来学。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实作场域，学员在这边真的可以动手操作这个机台了解这些机台的动作原理所以他们呢很高兴至少在回国之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动手打线封装完成的IC 晶片，包括像上周是越南，这个星期是阿曼王国那未来甚至柬埔寨马来西亚，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感受到半导体其实是一个国安问题。除了有专业课程，学校也安排引起新竹科学园区、台积电、工研院这些单位参观，除了学习也深化交流。希望台湾唔但伫半导体生产有领导地位，伫培育半导体人才方面也当伫国际上做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今年中秋的时阵，这台东有民众食台仔粽去中毒，造成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检察官调查指出，讲是83岁白粽的阿嬷无细离去造成的。原来这个阿嬷伊家己嘛食到有毒的粽已经过往，所以专案是全部侦查结束。今年中秋节，台东县金峰乡林木部落发生族人集体食台仔粽阿拜食物中毒，造成4个人死亡，8个重伤。其中做台仔粽的83岁姓詹的妇人人，嘛食一个死亡。目前还有1个人也昏迷伫台东病院治疗，当时初步研判可能有人吸毒。经过台东地检署3个月过侦办，是台仔有吸毒农药托付松，暗过无发现因为故意也是过失等刑事犯罪事件，20宣布结案。
第一点呢，征信使者是亲自制作这个阿拜，本身当然没有自制这个有毒的阿拜又自己食用的合理可能性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访查了征信使者他的家庭关系很良好。跟社区亲友的关系也很紧密，也没有与人有结怨。台东地检署说明，做台仔藏姓詹的负责人，是甲2年前亲友送的有托福松的台仔，这是要来种台仔用的。负责人这回也袂记哩，就甲厝内的台仔甲做伙做台仔藏阿拜，毋是故意的，而且台仔去染着托福松，这是农民普遍用来保存做种的方式，所以嘛无犯罪的目的。是呢，征信使者误将这一笔混合物跟自家的小米存放使用了，好，因此检察官认定这个提供的行为跟死亡结果之间是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好，食台仔藏阿拜造成中毒死亡案件，造成外界对台仔藏食用的安全疑虑。即马台东地检署查明原因，嘛呼吁民众做食物的时阵一定要注意来源甲用途。记者综合报道。咱平常时所食的菜脯、笋干，也是咸菜，若准处理无好势，生细菌的，就会造成食安问题。农粮署甲嘉义大学食品科学系是来合作，用特殊的加工技术去生菜，只要一般温度，也是讲冷藏，就会当好好啊保存。希望透过这款的技术，互生的菜会当更较安全。菜脯、笋干或者是挂菜，来自全台9间专门生菜的食品加工厂，配合农业部、农粮署甲嘉义大学，做伙发表无加添防腐剂、减盐分，生产过程也符合食品安全的产品。我用阿边的加热灭菌的方法，这一档去把以往大家认为这个防腐剂使用的问题都来排除掉。所以生照咱的传统方法来生，但是咱的盐度会当降低。阿边咱经过加工的技术，或者物件会当做常温保存。鱼汤真好啉，伊的味足甘，而且呢，对老人来讲足补。农粮署表示，这个找厂商拢有符合食品安全的认证，或者是产销履历的产品，希望透过产官学资源的整合，增加加工厂对食品安全的认办，嘛，互生的物件食品安全受到重视。伊就讲你要用巴氏德灭菌，咱虽然无下防腐剂，无添加物，但是咱就是用安尼 pH 值去控制伊的物件，这就是伊教我的知识啊。这的食品伊拢经过商业的杀菌。内底嘛拢无黑白蓝，无防腐剂嘛，无漂白剂，所以讲会当互人安尼安心食3顿都拢无问题。中台病院的营养师就指出，较早用盐、糖或者是酸或降来饲的物件，口味相当，对身体嘛较有负担。即马生产生的物件，口味成分拢爱按照食品安全的法令，这嘛互愈来愈重视健康的民众有新的选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种葡萄的面积是占全台湾的一半，也毋过今年8、9月份的时阵，因为雨水真侪，而且温度真悬，也阁有这风台小连线来搅吵，所以地区葡萄是生了无介偌好。今年产量平英过已经剩无啥成。今日葡萄园原本应该生甲密密实的葡萄，煞无几拍，拍开土地啊，葡萄嘛因为着菌烂尾一半去。即阵当时中华甘蓝葡萄倒头仔采收期，但是因为天气影响，收成歹，有的农民规气放弃采收。即水咧收大伫开花的时阵，拄着风台，结果拢足歹。像阮附近大部分的村民都拢直接加条刺数啊，算讲阮搁勉强搁留一寡，啊嘛剩差1成尔。啊，都拢了去，啊，只是补一个肥料钱，有通互我明年继续种落安尼啊。中华葡萄的栽种面积占全台湾的一半，主要集中伫大川、埔心、溪湖。但是今年8、9月，雨水高、温度悬，地区寒人积水的葡萄雕果的状况无好，阁有风台小连续来扰乱，产量甲英国比剩无啥成。当热时迄时日头足炎的，所以拢树尾拢打去。啊，咱本来冬季的葡萄。得收成就少啊，受损了，剩差不多一半内底3成。倒头啊，这个部分极端天气影响足明显的啦。落雨部分，阮是甲农粮署来办一个即时的推广说明会，咱就是用当开天窗的卷扬设施，啊，落去做一个杂好的动作。
台湾的葡萄一年会当收2届，寒人葡萄的产量原本就比热人少，加上天气反常，互倒头仔葡萄愈来愈歹种。农改场表示，除了辅导农民提升催芽技术，也会当为设施都去改善，来应付极端气候对葡萄的威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社区大学海废小组公布2冬来海洋废弃物的数据，是以塑胶袋啊、玻璃桶，也有塑胶杯啊上介济。这当中呢，对国外来废弃物也是袂少。台南市环保局是表示讲，会加强回收的机制，互粪扫会当减量。海防官司时，这阵小学生伫咧台南黄金海花捡粪扫，废弃物的种类逐项有。这阵囡仔真有耐心咧净滩，嘛更较了解到环境保育的重要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塑胶的，好像是从一个地方剥落下来塑胶块，然后小朋友实地来操作。捡到的人为垃圾，第一名是烟蒂，然后第2名是瓶盖跟吸管，可以带回去跟家人分享。保特瓶的瓶盖也是一样少用。捡到的粪扫除了粪头以外，上主要的就是粪扫袋啊。根据台南社大观察，这2冬净滩捡到海洋废弃物数量上侪，就是塑胶袋啊、塑胶制品、玻璃桶、塑胶杆啊、甲挂等等。而且今年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风影也带来真侪境外废弃物。士官山这边其实比较少境外垃圾，但是因为今年有几个台风，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境外垃圾，包括中国的、菲律宾的、越南的然后尤其是保特瓶特别多这个大概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极端气候影响下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那环保局会进行空拍，将各个海岸线漂流物的现况向各单位进行说明，那由各单位来进行清理。针对海岸的粪扫，台南市环保局强调，市府逐个月拢会检讨一届，各权责单位拢会定期去清理，嘛有袂少民间团体会来协助净滩。后续会加强宣导，落实粪扫减量，嘛互回收的机制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2度到22度，南部地区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4度到24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